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，我是徐英莹。明仔载开始要放28个连续的假期，出去放假、出去放松，大家上关心什么？上关心天气，天气要出现变化，因为台北季风愈来愈透，这个过到了，全台各地有局部的所在、部的所在，拢会落雨，温度嘛会降低。北部的高温差不多27度，不过到明仔载明显感受到讲有较凉冷。 高温可能差不多是剩20度到21度，那中南部呢，气温嘛降差不多2度到3度。当然，这个天气加在是拜六甲礼拜有共款，礼拜甲拜就会变好天。过来气象局嘛发布这个浓雾的特报，也就是高温的特报。西北部空气品质有较歹，包括新北、台中、台南等所在，空气品质拢是红色警戒。所以讲，提醒较敏感的人，若出外一定要挂喙安。 看台北101规个区蒙雾大调花，大楼看袂清楚，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变势影响，空气歹流通，和北部西半部地区空气品质变真歹。 整个西半部的空气品质大致上还是橘色提醒到红色警示这样的等级，那可能要等到下半天到晚间，然后甚至到明天哦，整个东北季风比较明显的增强，伴随一些下雨的状况之后，中部以北的空气品质就会比较明显的好转。根据环保署下载的资料，全台湾西半部包括新北、台中、彰化、嘉义、台南的空气变歹，民众出外拢爱挂喙安，除了空气无好，气温嘛出现变化。气象局提醒，礼拜连假北部高温下纬27度降到上加20度，中部嘛纬29度降到26度，南部纬30度降到28度。另外落雨的部分，北部下晡的水汽嘛会变多。 北部在上半天云量就开始变多了，下午过后，北部陆陆续续开始会出现一些局部性的降雨。另外，在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降雨。26号下晡开始，直到27号，北部西半部含山顶各地落雨的几率变悬。不过，礼拜迄天到3月初1，全台湾的天气会变好，温度嘛也悬。连卡天气无稳定，民众出去路口佚佗，嘛是拢爱加注意天气变化。